咱有缘徛地用许多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临来受苦，顶12日死，埋葬乱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做伙来交托刻印文，刻印文伫迄65篇，我来刻，恁来印。我有看见新的天，新的地。因为前的天、前的地已经过去，海嘛无去。我搁看见圣城新的耶路撒冷，伫天顶上帝遐降落来。亲像新娘装她好势，要迎娶丈夫。我搁听见有大的声对宝座发出讲：看上帝会幕伫人的中间，上帝要甲因做伙徛起。上帝要亲身甲因同在，做因的上帝。伊要拭去因目睭拢肿的目屎，无搁有死色，嘛无搁有哀伤、嚎叫、痛痛。因为前的代志已经过去。后来坐伫宝座迄位讲：看，我将万物拢换新。伊搁讲，要写起来，因为这个话真实可靠。伊搁甲我讲：完成啦！我是阿里法甲欧米伽，是开始甲结束。喙焦的人，我要将活命水的水泉白白互因啉。得胜的人会承接这个。我要做因的上帝。因要做我的囝儿。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爱天父上帝，创造天地的主，有丰盛恩典的主，我要学乐感谢你。伫咧过去的一年，你用主爱怜悯款待阮，互阮对年头甲年尾拢伫你的保护内面，嘛互阮无因为罪的缘故来灭亡。有时阮伫咧所行所做内面，会陷入不义甲罪恶，心思意念无合上帝的意，更加常常有意无意来离开上帝。上帝啊，帮助阮，当阮悔改认罪了后，嘛愿你互阮有气力离开罪，无搁犯错。求你恢复阮，互阮有换心正直的心。心思意念拢注心伫耶稣基督，伫咧新的一冬有新的光景、新的眼光，伫阮的生活中把握时间，成做一个疼上帝、疼人的人。嘛祝福今仔日陈牧师伊的信息，对阮逐个人拢有帮助，有好的领受。阮啊恳求、祈祷、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消息报告。本会消息，伫咧新的2023年，敬祝大家新年万事如意、福杯满溢。今年总会主题：传承上帝国，塑造新地序。本会目标：政治方针倍增扩展。但愿2023年会当挥别疫情的阴霾，恢复正常的生活，并进入上帝所应允的丰盛内。第二点，中执会消息，对于今年元月份起，每一个月第一个主日，咱要举办一个庆生会。若伫咧当月是寿星的，本会会赠送全年礼券100块祝福。
培育综合经小组也特别服务兄弟会记你生日感恩奉献，来祝福咱的下一代。第二小点，本主日下午3:30召开元月份定期中集会，地点伫咧主堂，敬请全体长职出席，单位首长甲同工列席。第三点，小会公告。第一小点，也未接受洗礼名单五彩存。第二小点，本会定伫咧元月初8、15，要来检查，要举行伫教会办公室要举行2022年的财度检查，敬请各单位财务人员配合送检。第三小点，本会定伫咧2月19上午9点举行2023年定期好会，敬请各单位的事工甲财务报告一定爱伫咧元月22号进前送到办公室，来方便编印甲迄个好会手册。本会第四点，本会定伫咧元月5号暗时8点要召开2023年的预算会议，敬请下列的人员出席参加。陈建玉牧师、于海平长老、方立忠长老、刘明清长老、陈学良执事、薛宝玲长老。第五点，2023年每日的研经事宜开始订购，费用400块。请伫咧本主日进前当培训干事购买甲缴费。多谢。第六点，清风敬拜中心消息。对今年起主日礼拜时间调整伫咧上午10点到午堂同步进行，敬请大家留意配合。第七点，本会2023年逐项的奉献袋仔佮姓名佮迄个编号已经拢填写好啊，敬请兄弟第一小点会记伫家己的家仔拿提取。第二小点为着要爱惜资源，请重复使用。第三小点，奉献若是敢若需要有迄个编号，请找当培训干事。第八点，本会定伫咧下主日1月初8下午2点半至6点，伫迄敬拜中心举行领袖准备会，敬请区长、小组长甲副长准时参加。有暗顿，敬请区长伫迄1月初5报人数互办公室知。第九点，下周主日1月初8是万军宣告主日，欢迎王普老师前来讲道甲募款，敬请兄弟有备办心奉献甲代祷。具体消息。第一点送讯，本会张工程执事领尊张贤斌老先生，伫迄12月23安息主怀，定伫咧112年元月初3上午9点30分，伫咧屏东市民生东路5号举行丧礼，愿主安慰遗族，敬请兄弟为遗族代祷。第二点，合作社社员定伫咧元月15号下午2点30分，伫咧本堂召开，1点开始伫副堂报道，敬请社员踊跃出席。第二小点甲第三小点，咱家己来看。第三点，双连牧区对2023年起，每一个月第一礼拜的拜二上午9点至11点，伫咧副堂甲真爱玲幸福学堂合办快乐营法族的生活讲座，会后有中斗顿，敬请相连兄弟甲社区的朋友往办公室报名参加。第四点，信望爱厨房定伫咧下主日1月初8甲1月15，2个礼拜主日伫迄教会广场有福音的春联，有卖福音春联，敬请老需要兄弟到1楼的广场购买。到个介绍是咱请董牧师。咱高雄中会93届第一次的议会，伫正月初3，就是过来拜二，上午9点半，伫路德教会召开。教会牧师团甲第二长老会代表咱教会参加，敬请代祷。
第二，嘉义里祈祷院伫正月22到25，就是新春迄个礼拜日到拜三有新春的特会，有特别请龙萨卡牧师、陈普林牧师、陈光德牧师、陈书国团队做讲员，费用2500块，包括大只咱兄弟若要参加，咱会当来报名咱迄个头拄报即个上年牧区有办即个生活的工作，其实对咱长辈真好。咱也会当厝边隔壁，若有人咱会当甲招嘛会知这是对咱长辈真好的，对咱上年的生活到底咱要来互咱过落会好过过了个有意义、有价值真侪真好的教导迄内面拢是咱台湾真有名的工师，像讲谢耀龙这就是真好的工师咱是用 Good TV 内底的材料，所以迄个内容拢真丰富请咱来参加。咱对今年开始正月咱头一个主日，还是2月头一个主日，咱就是要办庆生啦，所以逐场下早起来参加礼拜，你是正月出世的，正月出世的，请你徛起来好无？正月起来，咱的同志有准备咱来甲因迄个庆生啦其实庆生就是要提醒讲你生日啦生日嘛是要提醒讲咱教会生日有奉献，就是做咱的学生的培育的时间啦。所以咱的中华金小组讲甲咱祝福希望咱若生日，咱会当为着生日来感谢奉献嘛会当诚做这个世间的祝福。咱来吟小等较分咱来吟迄个用台语的吟一解英文的一解咱来甲伊祝福来。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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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咱来祈祷，最后所愿奉你的性命，为着阮正月份的寿星来祝福。主啊，生命的日子拢伫你的手中。主啊，感谢你，互因会当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互因会当伫友乡教会这个大家庭来敬拜你。主啊，伫因生日的时，阮奉你的名祝福因，互因会当身躯勇健。凡事行通，亲像灵魂勇健一样。主啊，互因的祈祷拢到主的面前，互因伫教会会当做热心的信徒，伫家庭会当成做家庭的祝福。互因无论是年老少年，主啊，照因的才调来发挥，互因会当荣光上帝力量。主啊，愿为着因来感谢你，愿你。温上加温，力上加力，福上加福，充满伫你身躯顶。愿献上感谢，恳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生日快乐！好，请坐。送迄个全年礼券100块什么原因呢？即摆全年迄个鸡卵糕足俗的，一个免100块咱若要去买转来甲厝的分享 ，OK。因为咱若准备鸡卵糕，今日咱买来10个20个无弄赞所以用全年礼券，安尼算上实在当做一个小的鸡卵糕甲恁祝福好。咱做伙来恭守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2个所在，咱先来读《腓立比书》第3章12节至14节。腓立比书第3章12节至14节，毋是讲我已经得到，也是已经完全，独行进前，看会通得到基督耶稣的
看会通得到基督耶稣的，所以得到我下。兄弟啊，我无掠家己做已经得到，独专务一项，就是袂记得后面的事，得意头前的事。所查的表来走，到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照咱的相，吊咱的相。第二点记载伫迄希伯来书12章1至20。上帝伫迄早已经托付，今日先知用侪方法甲列祖讲，打伫遮个日的落尾。遐个日的落尾。囝打伫遐个日的落尾，托伊的囝甲伊讲，就是伊所设立做成就万米的后事，也捌对伊来创造即个世界。歹势，我圣经好像看错地方。学了，咱请上年圣歌队。讲到今仔日的主题是向着目标奔跑，向着目标奔跑。咱请陈教育牧师。
祝大家新年恭喜！啊，隔壁讲新年恭喜！感谢上帝吼，咱已经搁踏入2023年，进入新的年。当然，咱是新年头旧年尾，伫台湾也无旧历的过年了，咱无啥感觉讲是进入新的年，感谢主，那伫咱新年的头一个主日，牧师用这个题目，按照目标来奔跑。伫咱头拄仔读的圣经，迄个使徒保罗特别甲咱讲，伊讲毋是讲我已经得到，而是已经完全，独独走进前，看会通得到基督耶稣的，所以得到我的。兄弟啊，我无掠家己做已经得到，独独专有一项，就是袂记得后面的事，记头前的事，按所在表来走，到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吊咱的死。搁另外这位就是希伯来书12章第1节到第2节，已经有做干净的到遐多，亲像魂为咱，就着放下逐号的重担，甲快快填盘咱的罪，用吞忍来走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站，着自行看耶稣，就是做新的源头甲请尾。伊为着所安排伫伊头前的快乐，就无要紧凌辱忍受十字架，搭坐伫上帝宝座的大屏。感谢上帝，咱透过上帝话来领受咱新年的信息。感谢主，咱过去将近3冬久，就是疫情到即嘛无结束，想讲要结束改成搁较厉害起来这个疫情是对通世界逐所在的人，无分种族，无分迄个你的什么款的背景，逐个人拢会去面对今日咱教会当然也无例外这个疫情对教会有产生诚大的影响甲冲击。其实伫台湾差不多礼拜人数差不多降到3成外3成外平均所有的教会降到3成外，有真侪人奉献嘛减少所以对教会影响诚大所以真侪教会是伫困难中间咧经过感谢上帝咱教会受到的冲击，尽量咱就是降较上少啦降较上少，佮主的恩典真丰富伫咱中间所以咱教会旧年咱的礼拜实体人数是有减少，但是咱整个还佫算好咱的教会奉献甚至上帝互咱伫旧年佫有成长佫有成长，这拢是主的恩典。虽然咱有拄着这看起来是无好的代志，毋过相信当代志的确拢有上帝好的意思伫内面那甲有一个洪兰教授，伊有一段话，我感觉讲得足好。伊讲有人真疼惜即个南非的即个曼德拉伊伫狱中关27冬，感觉哇，即个人才去加关27冬，实在有影无浪费的人生啦，浪费的青春啦。毋过南非的即个图图，即诺贝尔和平奖的即个主角讲这曼德拉若无伫迄个苦牢内面蹲27冬伊今日就袂变做曼德拉曼德拉伊嘛家讲伊讲痛苦的亲面会造就欢喜的高峰，苦难打击咱，毋过嘛是会提升咱看咱是毋是会当伫苦难中发现意义。无意义的受苦，莫讲27冬一天都挡袂牢。但是你若伫苦难中有意义，找到意义，这会当互咱提升upgrade 提升提升咱。咱的人生上该需要就是爱不断提升家己
感谢主，咱进入新的年，我毋知咱的大家心境是安怎啦吼。我伫12月时吼，捌做一个梦吼，祝福我4个字讲奋不顾身吼，奋不顾身。我想奋不顾身就是要勇往直前吼。我就感觉主那鼓励我讲吼，我的囝虽然伫你头前吼，看起来问题吼，好像足济，代志像足大的，环境改成足难的，但是吼，你将你家己来交托我，我要甲你相甲你的，我会开力要掠看你，我会稳定交给你用，因为伫我无迄个无可能的，所以你爱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吼。好胆向前行，甲你的隔壁讲，好胆向前行。感谢主吼，咱爱好胆向前行。所以保罗甲恁讲吼，我干那一件代志，就是吼，袂记咧后面的事，滴伫头前的事，所在表来走，就是要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吊我的想。吼，咱为着要得到迄个奖赏吼，搁较安怎，就是爱勇敢向前行。吼，感谢主。今日。牧师透过这段圣经，头一个是读腓立比吼，重点要讲，咱着爱那甲要赛跑共款，咱爱赢得赛跑。咱要为着上帝，会互咱迄个跑走的路线会当得胜，要走得好，要走得紧。有三项代志，保罗伫遮甲咱提醒。头一项就是吼，咱毋通自我满足，毋通讲我已经得到啊，我已经完全啊。这个满足，伊咧讲的，较毋是伫咧讲物质上的，是咧讲咱的心灵上的。甚至咱的心灵上，咱也感觉讲我都够野啊，我这信仰都有够好啊，我的灵性都够高峰啊，安尼你就袂进步啊，你就到遮停止啊，吼。你看，咱伫世界咧生活，一般都会知影讲，你若对这个代志感觉袂满足，吼。感觉还阁袂满意，这就是你一个进步的动力、进步的因素。吼，你对古代人来看，古代人就是吼，住伫野外袂满足啊，所以后来才有厝通住。吼上早的人是无衫通穿啊，会寒，所以吼，伊吼袂满足啊，安尼才有随衫通穿。吼，这就是会进步。所以咱足侪代志吼，咱就是爱搁进步，咱毋通用安尼做满足。兄弟姊妹，咱不管咱伫旧年咱有为主做甚物款的事，吼，做一项、两项，咱毋望咱会当搁做较济。咱带一人信主，若会当搁带两个、带三个，搁较好。吼，咱知影搁足侪人无得到救恩。伫上帝的国度的外面，所以咱也可会当做的代志足济吼。假使咱若满足啊，咱就袂做啊，咱就到遮停止啊。吼，教会找派宣教师，吼，去到逐所在传道，吼，为个教会吼，找出几啊十个，为个教会找出几啊百个，为个教会找几啊千个，吼，像迄个韩国的大地教会，吼。伊若讲都毋免啊啦，我差就够野吼，因为伊知影讲世界足侪所在吼无听到福音，所以因就找人去遐传福音。兄弟姊妹，咱毋通真紧着感觉我已经够野，我已经完全啦，我已经吼安尼就好感谢上帝，咱就是为着。要互较侪人会当来敬拜上帝，所以咱教会毋只过去迄个祷告的所在，过去遐开拓新的点，毋望会当伫遐会当建立教会，毋望迄个所地区的人也会当伫迄个所在来礼拜。所以爱不断追求进步，这是一个真要紧的因素。你要赢得为上帝赢得这个赛跑，要得到这个奖赏，你就是爱向前来迈进。伫新加坡吼，即个拿尔米道地，伊是一个树洞。伊讲的一句话吼，这句话，互我有真大的激励。所以吼，你若看牧师吼，迄个为了
这个建堂的奉献无咧停止，啊，为着宣教奉献无咧停止，吼，牧师无咧停止，逐个月拢是为着啊要建堂来奉献，为着这个宣教奉献。伊讲一句话讲，一旦咱若停止建设，咱就停止成长啊。咱袂使停止迄个信心的承诺，因拢有兑现啊。伫新加坡这个三位基督徒中心吼，为着要建堂的奉献吼，一当拢兑现一届。啊，为着迄个派宣教师这个宣教拢兑现一届，兑现一届拢超过咱台票2亿，单独一间教会。所以迄间教会当30个国家宣教，因为兄弟姊妹兑现，我会。今年得到奖金，我要献。我今年我有可能我拄啊迄个投资什么款趁钱，我就献。所以这个教会是一个足复兴的教会。伊讲咱袂当停止，因为上帝国是一定不断的向前的，咱爱不断来建立伊的教会。所以这个礼拜堂起了，就准备要搁起后一间啊，新的礼拜堂要搁出来啊，吼。派这个宣教师了，要搁另外派新的宣教师出来，这是因的工作。所以，咱今日感谢上帝，互咱会当无掠做满足，教会会当向前。第二样代志就是爱袂记后面的事。我毋是讲我得到啊，我敢若独一样代志，就是我袂记后面的事。保罗毋是敢若无爱袂记咧。迄个以前的成就，其实伊嘛着爱甲伊过去吼，伊还未信主，伊有足侪即个做地盘吼，遐嘛着爱甲放袂记的吼。有时咱咧想着讲我实在做真重吼，这虽然是谦卑哦，毋过若一日敢毋得想吼，嘛会叫撒旦魔鬼有地步呢。你这款人是要哪来军队耶稣？你这款人是要哪做主的工？你著家控制就好啊。所以。咱若认罪了，上帝是公义，是信实，伊要赦免咱的罪，伊要洗除咱一切不义。当离开西王咱的过失嘛是离开啊。所以咱毋通一日到晚地想讲我这同罪人我这袂堪的啦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清你的罪所以咱毋是干那爱背起咧。过去的成就，感觉讲我都过去拢做了我即嘛毋免毋是干那咧过去我会做遮重我过去失败干那想讲说失败，足侪人用过去失败来推断未来的失败兄弟姊妹，毋是软弱的人永远软弱，毋是拄着试炼的人永远受试炼咱有相信主会带咱脱出的路，主互咱会当。软弱变刚强，互咱忧伤变做喜乐，互咱拄着试探，咱会当成做一个得胜的人。兄弟姊妹，咱伫新的年，咱要为上帝赢咧赛跑，咱一定爱袂记咧后面的事。求上帝帮助你。我若感觉我真软弱，我相信上帝得教互你刚强。你伫试炼中，你用祈祷，主互你赢过这个试炼，互你过得胜的生活。咱看见约拿嘛捌失败过，彼得嘛捌失败过，但是上帝嘛是甲伊找回来。咱应该着爱袂记咧后面的事，注意头前的事。所以第三，咱着爱全力来向前。保罗毋若无讲家感觉已经得到，家己够业，家己完全，毋若袂记咧后面的事，伊阁爱注意头前的事。全力来向前我相信咱对咱的囡仔的确拢是安尼期待为细汉到幼稚园到国小、国中、高中、大学，后来伊可能出国毕业工作还是做生意我相信咱用迄个期待咱上要紧就是讲囝，你着爱会记咧爱敬畏上帝，你着爱读圣经，你爱祈祷，你爱知影上帝的旨意，你着爱专心来敬畏上帝。当然，这囡仔若会当顺服，会当听话，我相信
这个囡仔伊的迄个属灵的生命会不断的提升，伊会互主使用啊。所以咱一定要有一个真清楚的目标，佮掠条迄个目标，往迄个目标来跑走啊。今年咱教会要推动这个，今年中职会开了吼，咱有鼓励大家，毋茫一档会当读一遍圣经吼，要甲大家鼓励，较侪人咱来往这个目标来走。因为咱读上帝话，咱有上帝话，就会成做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嘛。咱有上帝话，咱就无抵到伫苦难中袂无啊。有人讲信仰吼，毋是伫敢顺境的时，有时是逆境的时。信仰的价值就是伫逆境。当你拄到这试炼的时，感谢上帝，互我有这个信仰，互我有这个上帝话做我的快乐，互我当来赢过这款的试炼。这是咱毋茫咱会当像保罗，会当往所在的标来跑走，来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吊伊的想。第二牧师要甲咱三个勉励，就是咱会当往着这个目标来奔跑。希伯来书的作者头拄咱读的这12章就是咧甲咱勉励已经有最干净的到遐多亲像云为咱，就着放下逐好的重担，甲快快填满咱的罪，用吞忍来走安排伫咱头前的路站。希伯来书的作者，伊阁用真简单的例来说明咱信仰的生活，咱信仰的生活。这个信仰的生活嘛是改成咧赛跑咧往迄个目标来奔跑。伫这中间，伊爱咱注意两项代志。咱的信仰生活就是咧奔跑。奔跑什么意思？毋是散步，散步就是手要行，落老手乌白行散步嘛。这就是毋是讲我一定要找目标，我毋是了行足紧的，我毋是有一个计划拢无。有时行感觉讲今日甲人脚骨酸酸无慢慢走咱转来咱就半途而废无咱今日本来是想要行慢慢咱看来迄边该慢咧创啥，无咱行迄边过来这就是散步的特色啦，慢慢行乌白行手过行但是咱的生活信仰生活若要有一个目标，你若要做一个运动选手，安尼就无及格这毋是散步。头日这个奔跑就是袂当滑头啦，你要走你搁滑头滑头就是无专心，是讲就影响到你身躯的平衡。你若走足紧，你滑头看觅，你会触住到你俩会跌倒所以生活咱袂当活伫迄个干那咧想要看过去过去所以路加福音第17章32节特别咧提醒咱讲到恁着爱回想迄个落地的某，落地的某就是滑头变做盐条迄个啦，所以你爱放下逐下重担，迄个快快填满你的罪甲你这个填满这个填满你向前的这个罪迄罪就是这种填满用吞忍来走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站。所以咱就是毋通滑头毋是干那散步，这奔跑，这咱的信仰生活应该就安尼，不进则退啦。一定要有一个方向目标。有时我甲平时同讲讲其实咱的人生上重要是目标啦，是方向。你若行对的方向选到对的目标较慢嘛行会到。但是你若毋对你会愈行愈远啦。愈行愈远。今日的教会嘛是目标的问题。今日教会若是目的毋对去，今日教会就是要完成主交代咱的大使命，所以咱要活出大改变。咱无彼此相听，福音传袂出去；咱无传福音，福音袂传遍天下。咱的目标毋对，咱的教会就是袂进步，咱的得救人袂加添，咱教会袂成长，就是咱的目标毋对。大家人拢差不多但是方向毋对就差诚济这个囡仔
行对的方向，啊，伊行毋对的方向，啊，实在能力差不多啊，但是即个成功，即个失败啊。第二，咱奔跑的态度就是爱吞忍。伫遐甲咱讲，咱着爱吞忍，吼，用吞忍来走所安排伫咱头前路上。吞忍，有时拄着艰苦嘛，爱吞忍，喙齿紧嘛，着爱加的，吼。迄个走的人，就是喙紧紧加的，迄要走，迄特别若是个走较毋是短距离的吼。迄较长跑哦，迄是爱耐性，喙齿紧加，嘛是爱走，为着要得到即个赏，爱吞忍，吼。即个走马拉松，即就是爱吞忍，哦。伫即个所在吞忍上，吞忍艰苦，哦。咱的主耶稣，伊诚做受苦的萝卜，其实咱就是学伊的模样，所以做主的学生哦，咱袂使惊艰苦。做信徒，为讲要礼拜也艰苦，要服侍也艰苦，吼，要传福音也艰苦。啊，这样啊艰苦，那样啊艰苦，其实咱是爱学习、爱吞忍啊，忍受这个艰苦，因为咱的主伊为着咱受苦，所以咱就唔惊艰苦。今日伫社会上，我相信唔惊艰苦的人一定会成功。咱的社会吼，要工作的机会诚济，为人讲无不能才去做游民吼，就是伊惊艰苦，这样也唔做，那样也唔做，结果无半人做，吼，伊就无饭通食。伊就变做乞食，吼，伊就变做游民，吼，伊无愿意。咱也毋惊艰苦，吼，咱一定所做拢会成功。第二就是咱要吞忍，就是咱着爱坚固无摇抓，坚固无摇抓。咱拄着试炼的时，咱着爱坚固无摇抓。所以彼得前书甲咱讲哦，咱着爱谨守、警醒，因为咱的对敌魔鬼那甲像迄个炮的屎共款。受过惊要吞食咱啊！咱着爱注意啊！毋然外面的对敌可能有时啊，内面的对敌有时咱家己为的是别人。兄弟姊妹，咱免啊当自行看耶稣，自行看耶稣。那有时看人的有时你着会灰心，你着会丧志，你会跋倒，结果吼你着袂坚固，你着开始摇动啊！伊都安尼，你比较别人，咱的信心着摇抓。兄弟姊妹，咱一定爱坚固到落尾。第三，咱奔跑的目标吼，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要得到上帝调咱伫主耶稣基督所要守住咱的手。咱的主耶稣基督是咱的救主，伊为着咱救恩会当来传福搁较济人，所以咱应该着爱热心敬拜上帝，来陪伴家己，造就家己。直到咱会当成做伊的车用，咱会当成做伊的萝卜，咱会当完成伊所托付的。耶稣基督的目标就是咱的目标，耶稣基督就是咱终极的上界终极的目标啊！所以咱的目标就是基督，毋是咱家己，毋是咧追求家己的事。咱若是干那咧追求家己的利益吼，那像保罗伫腓立比的书讲的，讲因的结局就是沉沦。因为上帝就是家己的腹肚哦，因掠家己的见效做用光，干那咧顾地上的事，无咧顾天顶的事。兄弟姊妹，咱诚做基督徒来求平安，也毋是毋对；咱来求上帝赐福啦，也毋是毋对。但是绝对毋是干那为着我家己的满足，还是我的享受，乃是我要来荣耀上帝，要来利益人。所以基督徒就是讲爱容神益人，用神益人。我一生会当用神益人无？所以我就爱忠心来分地主，毋是家己，根嘛毋是世界，毋是世界。吼，足多人干那咧想即个地面上的事。伫圣经内面讲，恁爱少年顶面的事，毋通少年地面上的事。少年就是讲，毋通干那咧体贴。人干那咧顾即个地面上的事，即地面上的事拢会过去，一切世界即个情欲拢会过去，独独上帝听永远袂无去。所以咱是天顶的国民，咱应该着爱少年天顶的事，咱着爱听候主耶稣基督对主耶稣基督对天降临。咱毋是干那咧迷乱伫即个地面上所有的代志。兄弟姊妹，这是。互咱真清楚知影咱的目标，毋通咱伫
新的2003年，咱要今日头一天就是主日，今年真特别吼，圣诞节也主日，今年元旦也主日，新春也是主日，主日就是头一日吼，7日的头一日就是要开始，所以咱伫要开始的时，咱上重要就是咱有甲上帝对齐无？吼，咱是毋是目标有正确无？咱的方向有清楚无？我相信咱所在表来走，的确，咱一定会得到主耶稣基督吊咱的手。兄弟姊妹，咱教会的目标就是进入丰盛、培精、扩展。咱除了有例行的报道的时间，还是牧养的时间，有门徒训练的时间，咱拢是继续咧推动。咱希望今年会更加加强伫咱的读经的运动、读经的时间、读上帝话，更加侪读上帝话来亲近上帝。个另外一个就是复兴的祈祷小组，这个 RPG， 我来用英文就是这个叫做 PRS。Public Reading of Scripture， 就是公开来宣读圣经。咱也可能会用真多方法，有机会互咱来读上帝话。咱2-3人组织会当斗阵祈祷。小组会当斗阵祈祷。咱若斗阵的时会当祈祷，无咱伫即个线顶嘛会当祈祷，做伙祈祷。希望咱会当通过上帝话，通过祈祷。互咱会记得，咱就是爱活出大改变，就是爱彼此相听。无论如何，爱彼此相听。搁咱爱同心来完成咱的主耶稣基督爱咱去完成的福音的大使命。我相信这就是咱的目标。咱的目标清楚，所在的表来跑。我相信上帝的确要祝福你，伊也要大大使用你。愿上帝赐予咱伫新年的6站，会当所在表来奔跑，三甲来祈祷。主耶稣，感谢你，互阮已经进入2023年。主啊，阮会当真正清楚主你爱阮奔跑的目标，你救赎阮的目的。就是爱阮会当彼此相听，因为阮若彼此相听，众人要对安尼知，阮是主的学生。这就是阮应该活出的这个大改变。主啊，阮就爱来完成你交托阮的大使命。你讲这个福音爱传遍天下，圣神临到阮，互阮得到开力，就是要为着你做见证，对耶路撒冷变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阮小小的所在开始，到伫阮较快的所在，会当互这个福音会当传开。主耶稣，互得救的人会当拿加天伫你的教会内面，伫你的国度内面。主啊，祝福阮，互阮伫新的年所在表来奔跑，来完成你托付阮的，互阮会当得到你来学乐。好，佮真正落福，阮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回应诗622首，至大上帝愿你带我，至大上帝愿你带我，稳过今世旷野地，请起立人全手。愿你带我过今世旷野地，我情愿要对大愿意，仍旧看我无犯罪，你的命令，你的命令，求你应允我。求你收拾我心罪，我
我因无阮着我要求你的主。姊妹，咱为着咱伫新的年，咱伫主的面前，搁一遍立志，互咱清楚咱今年的目标，搁咱欢喜要往所在的标来跑走，互咱搁较无爱读主的话，互咱搁较爱甲兄弟斗阵祈祷，互咱搁较注意伫传福音的事，带人来归主，互咱也为着咱新年的路站，无论为着这个疫情，为着经济。为着两岸关系，为着这个世界和平，咱也拢献上祈祷。也是为着咱的家庭，咱的父的关系，爸母囝儿的关系，囝儿逝世，无论是伫因的教育、伫因的工作、伫因的婚姻，咱逐项拢通排列。为着软弱的肢体，也特别三体祈祷。咱为着软弱的肢体，也三体祈祷。咱特别为着。丽华姐、文荣兄弟、香菱姊妹、贵阳姐、贤雪姐、秀文姐，还有其他咱所知影吼，有软弱有欠安这个财政姐迄个手骨摔断去，咱也为伊祈祷咱为伊祈祷。兄姐，你有甚物款的祈祷，带来到主的面前，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啊，三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会当伫新年的头一个主日，主啊也是7日的头一日，主啊是你定着祝福的日，互阮会当伫你的圣殿向你敬拜，互阮会当向你摆列阮的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过去的带领，保守阮伫疫情中也会当平安经过。主啊，阮伫新的年里，互阮会当你立志。主啊，阮要更较侪来读你的话，阮更较常常会当斗阵祈祷。主啊，阮照你所定着的旨意，主，阮应该着爱祈祷无煞，阮着爱常常欢喜，阮着爱凡事感谢。主啊，所阮也恳求你，互阮会当袂记后面事，注意头前的事，向着目标来奔跑。主啊，互阮会当吞忍来奔跑。主啊，阮会当赢过，靠着你坚固苗抓，就是向着主耶稣基督交代阮的大使命来奔跑。主耶稣，感谢你。主啊，阮也为着整个世界，主啊，这个疫情求你怜悯，求你怜悯。主啊，这个战争求你永远会当伫迄个中间，互伊会当赶紧来结束。主啊，两岸的关系求你保守。主啊，阮的国家头前的道路求你带领。主耶稣，互你的教会也往所在的标来跑走。知影你过来的日子近啊，阮就更加注意伫传福音的工作。主耶稣，感谢你。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主耶稣，将阮软弱的肢体、丽华姐、彩珍姐、文荣兄弟、香菱姊、莫顺娘、贵阳姐、贤雪姐、秀文姊妹、潘莫顺娘、
有侪这个长辈，主啊，求你伊的手骨伫因的身躯顶，主啊，你的保护甲因抓扛，主啊，你权能的手来医好因各种的症头。最后，阮兄弟姊妹也带无同款的祈祷，主啊，无论是为着家庭的，为着事业的，为着所拄着的困难，还是头前所要走的方向，所要努力的目标，主耶稣，求你互阮会当祈求你，互阮安静祈求你，因为阮得救在是归回来安息。阮得到开来是在伫平静安稳，主啊，互阮伫新的2023年，阮会当照你甲阮讲的，阮着爱常常欢喜，祈祷无煞，凡事感谢，因为这是上帝伫基督耶稣阮所定着的旨意。愿你美好的旨意成就伫阮的身躯顶，伫你的教会，伫阮的中间。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请即事收奉献。请咱起立吟奉献的诗。创造救赎咱的主，我满心感谢俄罗你，你互阮福杯满溢，拢无欠缺。现在阮奉献淡薄仔的金钱，愿你欢喜阮的奉献，嘛求引带阮会当善用正人的奉献。伫迄主欢喜的事工上，阮同心合意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主名求。阿门。阿门。祝福财遣。祝福财遣，祝祷，请陈牧师。让恁通平安去。我将恁交伫爸囝圣神三一体上帝恩典慈悲保护的圣手，互恁靠着伊的恩典，会当袂记咧后面的事，抵头前的事，更所在表来跑走，互恁通得到伫主耶稣基督。上帝透过主耶稣基督，调咱要得到的奖赏，互恁会当放下各种的重担，会当褪去来填判恁的罪，会当吞稳来跑走上帝爱咱跑走的路站。
新的年，互咱会当搁较无上帝话，搁较无祈祷，搁较无传福音的工作，会当完成主交代咱的使命。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甲恁三甲地地，甲恁的家庭、甲恁的事业、甲恁所做大项，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密祷，闭会。